以往咧，所謂言論自由啦，喺香港咧就有一個常識嘅，就係咧上大陸政治批評啊呢啲乜都唔好講，因為咧會惹來咧不必要嘅麻煩，仲會有咧警察咧順住網線啊抄上門嘅，打電話問話。而一直以嚟咧，我哋都以為咧只要喺場外啊、外網啊，包括香港同澳門咧就可以暢所欲言。咁當然啦，有咗國安法之後啦，連香港咧都受限嘅，講同批評政府都有個度嘅。但係咧，只要咧唔好話大鑼大鼓咁樣去搞宣傳啊、搞渲染啊，咁啊搞明顯嘅煽動啊，起碼咧都仲可以咧乜都講得，乜都討論得嘅。不過咧，上面個控制狂咧又點會甘心只係管境內啊？永遠咧都係想咧再伸手伸得更遠、更加廣嘅，咁啊想要控制晒全世界。今年咧就又有一條咧草擬好嘅法律啦，咁啊7月1號開始實施嘅，就叫做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呢條法咧，其他嘢嘅條款咧就一貫都係咁廢噶啦，咁啊講咗等於冇講嘅嘢嚟嘅，冇乜討論價值啦。嗱，值得拎出嚟講嘅就係63條。第63條寫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嘅組織或者係個人啦，咁啊針對國家實施破壞民族嘅團結進步啊，製造民族分裂行為啊，就會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噶啦。嗱，重點嘅字眼係境外啊，而且咧，如果咧就新疆啊、西藏啊、香港啊、台灣啊等等呢啲議題去發文批評嘅，即刻可以構成在逃犯罪啊！嗱，10零年嚟啦，明顯咧感覺到言論管控咧一路收緊嘅，而吸收嘅外界信息渠道咧，亦都一路收窄緊嘅。今日咧就又多一條口袋罪啦。過去國安都有噶啦，國安法咧10幾年前已經有，任何人咧、任何地方發表任何言論針對國家，都有可能咧觸發分裂國家、顛覆政權罪，係寫喺刑法入邊嘅。但係嗰時咧都只係管得廣泛啦，就冇明確咁樣寫點之為分裂國家啊。嗱，到咗2023年咧，就又出咗一條咧新版嘅反間諜法。咁啊，過往咧你唔泄密啦，係乜事都冇嘅。但係咧新版嘅反間諜法一出嚟咧，嗱有個詞語咧就叫做總體國家安全觀啊。咁即係文化安全啊、經濟安全啊、民族安全啊、信息安全啊。咁啊，只要佢想乜？只要佢想啊，就乜都可以話你泄露安全秘密噶啦。嗱，口袋罪係咩意思啊？口袋罪嘅意思係咧，公就佢贏，字就你輸吓，可以咧俾佢點砌都砌得入你嘅。場內嘅平台啦關於政治經濟就全部都係 G 點嚟嘅，敏感詞乜都唔講得咧。嗱，呢啲就真係冇咩人唔知噶啦。不過近年嚟咧，大家會發現咧，唔止係敏感詞啊，就連如果發嘅貼咧講嘅嘢，原來都唔符合國家想向內吹牛啊、讚自己啊，有幾咁領先、幾咁威閪嘅價值觀敘事啊，甚至咧係讚美其他意識形態上對立嘅國家，咁都係唔俾講嘅，限流啊、限制啊，都唔使講原因添。所以大家都好有幸啦，可以喺外網啊、Twitter 啊、YouTube 啊、IG 啊、FB 啊、即係 Facebook 啊都會相對自由咁樣去討論到。雖然同樣都係收緊 VPN 啦但係咧全面收緊 VPN 咧呢條路咧係真係要封晒響全國咧係並唔現實嘅，更何況有好多人咧係肉身都已經翻埋出場外噶啦，所以咧海外啊外網嘅華人咧係好大嘅一個圈子嚟嘅。嗱，以往咧其實咧係有一個公開嘅秘密嘅不成文嘅規矩啦，就係你會發現咧遠洋暴露呢個行為啊，唔止發生喺民企外流到境外，然後俾人跨境執法啊，就連咧上網講嘢都會係咁嘅。嗱，比如啦 YouTube 咧好幾個出名嘅時政圈大 V 啦，咁啊多倫多方念啊、老周啊、黃志安啊呢啲啦，咁啊所謂嘅反賊頻道啊，佢哋咧係肉身都翻咗出場外噶啦，咁啊算係比較溫和咁樣去反中啦。喺海外呢一個華人圈咧係算出名嘅，但係只要有翻咁上下知名度啦，就唔止場外咧係有水軍嘅，佢哋咧潤咗出嚟，但係國內嘅家人啊或者係親戚啊都經常受到網警問話噶，咁啊騷擾嘅。依家咧佢哋咧連入境啊回國都唔得嘅，
因為咧一入境咧就等於自投羅網噶啦。咁啊一入去咧就一翻去就會俾人定罪噶啦。咁啊各種嘅軟禁啊同埋坐監啊等住佢哋噶啦。喺上面嘅觀點上頭嘅觀點敘事裏邊啦，其實咧佢係覺得咧，上頭係覺得佢自己管晒全球所有華人嘅，境內外都管晒，唔理你身在何處啊，同埋邊個國家，甚至你係外國國籍啦，又已經唔再係中國人啦。但係只要你喺中國出生咧，或者咧同中國有啲乜撚嘢拉楞啊，有家人啊、朋友啊喺國內啦，或者咧喺境內咧會有乜嘢資產啊等等等等啦。嗱，只要你喺國外國講過啲嘢咧係唔啱上邊聽嘅，又或者係唔符合咧上頭嘅價值觀嘅，就唔單止會有水軍喺外網咧去搞你、去洗你版、去檢舉你嘅，就連咧你國內有過嘅親人啊、朋友啊，咁啊各種資產啊都會受到影響嘅，咁啊各種封殺嘅。呢啲就係現代版嘅豬狗族啊！身在中國咧，本身如果你係出生在中國嘅話，本身就係原罪嚟噶。以往咧佢會喐你咧，都仲需要生安白造咁樣去砌條罪出嚟。嗱，依家咧出埋呢個民族團結促進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啦，咁啊有埋呢63條啊，範圍咧包括嘅係你所討論嘅領域咧就更加廣、更加細節嘅。嗱，捉人講嘢咧就更以言入罪，更加有法可依嘅。嗱，當你有翻一定嘅知名度啦，就連入境都唔得嘅嚇，甚至咧依家可能咧係嚟香港都有影響。呢條咁嘅口袋罪咧，個邊界咧極之模糊嘅冇界定，差唔多咧都係咧全球嘅歷史上咧第一次咧跨境去鎮壓、去法制化嘅一個法律嚟噶啦。喺中國咧，境外任何地方啊，即係只要喺地球內啊，甚至你上埋太空啊咁全宇宙啊，佢都可以定到你罪嘅嚇。如果你話喂，我就喺外國啫我就咁響社交平台嘅媒體咧咁討論啊有關啲政治議題啊，又或者咧係發幾條嗰啲Twitter 咁發幾條抱怨幾句啊咁樣，咁你係咪冇事啊？嗱，唔係喎，只要咧你喺場外佢又喺場外外網咧就睇到你講嘅嘢，而且咧認為咧你有阻礙到佢嘅民族團結或者係政權嘅，佢就可以咧定義你係在逃嘅罪犯啦。你話咧，你唔回國你唔翻中國啦咁家人嗰啲朋友家人咁樣都咧潤晒出去外國啦，咁你資產咧境內嘅資產都賣晒噶啦，啲錢搬晒出境噶啦，咁又有冇嘢啊？嗱，如果你係喺日本美國台灣等等呢啲咧，確實呢類咁嘅發達地區啦，係你都唔會理你嘅因為咧喺人哋境內咧，你又冇犯法你係只係犯咗中國嘅佢哋嘅法律啫你喺人哋境內你唔算犯法噶嘛，咁人哋係遵從咧刑事屬地管轄原則嘅，你都係要做咗兩邊都屬於犯法嘅事，先有可能咧可以被跨境咁樣捉人嘅。但係如果你肉身咧係喺同大陸咧有引渡法，而且咧地緣政治同埋意識形態上咧係比較貼近大陸嘅國家例如東南亞泰國菲律賓印尼柬埔寨呢啲咧，又或者係土耳其等等等等呢啲咁你係在逃嘅罪犯，佢係真係有權咧去伸隻手咧去真係人哋個國家嗰度咧去捉你翻去受審嘅。而目前咧係有幾十個國家同大陸咧係有引渡條例嘅，咁引唔引渡咧就真係睇嗰個國家嘅親中程度噶啦。咁你話你平時咧唔討論嗰啲敏感議題啦，咁時事城市地方閒話街話咁樣冇事啦。其實咧唔觸動到上面神經咧，又或者係冇乜知名度，亦都冇乜流量嘅人咧，確實咧係比較安全嘅。但係唔可以忘記嘅係咧，根據嘅佢呢條咁嘅黐線法律咧，所涵括嘅定義，你講經濟係可以係影響到佢嘅民族團結嘅，你講生活又可以係話影響到佢嘅文化團結㗎。你講民生咧，隨時咧可以係泄露咧重要領域嘅間諜嚟嘅。只要佢話你係，你就係㗎啦。其實黐唔黐線啊？
過去咧，點解有咁多嘅海外異見人士啊？當中咧有啲回國嘅就被軟禁，咁啊就係咁樣嚟噶啦。就係一個咧新手想管晒全球，順便都要咧兇下啲海外華人，令到佢哋滅聲啊，唔敢亂講嘢啊。從來都係噶，該管嘅唔管。如果有呢個能力啊，免不詐騙，又話自己管唔到嗱。人哋嘅國家發生嘅中國人咧被綁啊、被害啊、被捉走嘅嗰啲時候啊，又話自己對人哋嘅領土咧冇管轄權，欺壓良民行為啊、恐嚇啊、平民嘅言論啊、政策咧就一刀切。真正有利於人民嘅事咧政策咧就話大餅，未做到啊先吹噓。冇經濟啊，冇人受益，從上到下咧都服唔到人嘅，用恐嚇咧去強制係冇撚用嘅。好啦，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見，拜拜。